庆我们可以聚集在圣殿，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个时候，我们预备我们自己来亲近神。诗篇28篇第7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是我心里依靠。”我们会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心中要欢乐，我们必用诗歌颂赞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礼拜之前，然后我们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特别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特别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口赞美他的恩典，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伟大，赞美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先开口来赞美神，现在一切赞美在神的面前，我们开口来赞美神。现在父神主啊，我们这个时候在你的面前单单来敬拜你，特别献上一切的感谢，献上一切的赞美。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神，你是创造宇宙的神，你是习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单单来敬拜你，单单的来歌颂你。愿神亲自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单单属于你，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还会有是的主，你将这荣耀归给你，特别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仰望在神的手里。愿神掌管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还会有是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的道，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得让你牵引。我对你点，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的道，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里。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在我们敬拜我们的神之前，我们为我们自己可能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来认罪，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颗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为我们自己的罪，特别为我们知道不知道的罪，为这块土地所犯的罪，我们献上祷告，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一切的污秽，
洗净我们的心中一切的罪恶，所以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自己的献上祷告，特别为我们自己所犯的可能知道不知道的罪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神，主啊，让我们偏离了主道。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清洁的灵来到神的面前。还有这个神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来呼求你，因为我们被罪所隔断了，让这个灵邪恶的灵来阻断了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时候求神斩断这一切的捆绑，斩断一切灵的搅扰，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是的，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将我们的所犯的一切的罪陈列在神的面前。愿神照你美好的心意，你的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特别我们当中被邪恶的灵所捆绑的，神啊，这个时候求你斩断这捆绑的灵，让我们可以在捆绑当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神啊，求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掌管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单单仰望神，单单属于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个，我们为我们世界所面对的困境跟挑战来祷告，特别也为台湾所面对的困境挑战祷告。我们为疫情所造成的整个社会、国际世界上的一些灾害或是灾难不安，求神赐下医治跟恩典，让疫情得以控制，让我们生活可以回归到正常。我们特别为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来献上祷告，求神赐下和睦跟包容在两国的人民当中，给两国的领导人有智慧、有怜悯，让他们知道如何来化解这样的一个纷争。求神赐下和平跟医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受到非常多的伤害，有非常多的不安，非常多的害怕。这个时候求神赐下医治在这个地方。第三个，我们特别为我们台湾的献上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台湾可以得到平安。政府官员有智慧、有能力、有公义、有怜悯，来带领我们台湾能够站稳在这个诡谲多变的一个国际社会，让我们有独立、自由、经济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特别为我们世界所面对的一些困境，台湾所面对的困境跟挑战，我们都来献上祷告，求神掌权。请大家开口祷告。这样父神主啊，这个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许多的困难跟挑战，主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人类所犯的罪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困难，造成的这样挑战。但求神赐下你的怜悯，赐下你的慈爱，赐下你的和平在这当中，化解我们所面对的这样困境跟挑战。还有这个是主，我们再次的先来祷告。我们相信神，你是慈爱的神，你才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特别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这样的种种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你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神啊，将这个盼望放在我们当中，特别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来守望祷告，为这个世界守望祷告，为这个在战争中的俄罗斯跟乌克兰来守望祷告，为了台湾这块土地也守望祷告。主啊，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愿意来摆上祷告的代价。哈利路亚！是的，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保守我们的世界，保守台湾。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这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困境跟挑战来祷告，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为我们的自己的家庭来献上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献上祷告，特别为我们家庭的里面的成员的身心灵献上祷告。或许你的家人还有未信主的家人，我们特别为他提名来祷告，让他们一样可以领受神奇妙的恩典，得到救恩。为我们自己的工作，为我们在职场上、在学习上的一些挑战的献上祷告，为我们跟同事、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献上祷告，让我们有经济稳定，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财务的困境。最后为我们自己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为我们所
得到了一些疾病，献上祷告；为家人的健康献上祷告。所以这个时候开口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跟困境、跟挑战，摆在神的面前，求神开路，求神掌权，开口来祷告。还有这个是的主，为我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献上祷告。神啊，求你掌管我们自己的心思念，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如何，但是我们深信仰望神的带领的时候，神你要照你的心意牵引我们，走向那美好丰盛神为我们预备的。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困境跟挑战，在我们经济上，在我们生活上，在工作上，虽然有许多的不一样的挑战在我们前面，但是让我们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都愿意来摆上祷告，摆上赞美，摆上感谢。我深信在逆境当中，神你有美好的心意；在顺境当中，我们献上祝福。哈利路亚！是的，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都摆上这样的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归于你。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献上祷告，特别为教会世代交替所面对的挑战，唤起更多人愿意投入到教会的事工，也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在教会各组织的核心同工当中，一起为教会的事工、教会的兴旺来奉献。第二个，我们为教会的属灵氛围祷告，让我们更多弟兄姐妹渴慕圣灵的同在，渴慕祷告的大能，切慕上帝的话语，能够热情敬拜，让我们有一个关怀爱人的心，陪伴一些心灵受伤的忧伤的人，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来成长。第三个，我们愿意所有弟兄姐妹愿意接受门徒的训练、栽培、教育，让我们可以完成耶稣召到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的大使命。第三个，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年老的身心灵病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特别有重大疾病的肢体，我们摆在祷告当中，求神医治，求神祝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事工，为我们的属灵的气氛，为我们成为一个祷告赞美的教会，荣耀神的教会，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的教会献上祷告。主啊，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祝福人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能够高举主的十架，高举主的救恩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让许多人涌入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们心中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帮助，让有疾病的得到医治，困难的可以得到解决，生命被改变。主啊，让你的灵充满在这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的身中，让我们有更多的渴慕的灵来亲近你，透过祷告，透过读经，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成为传福音的勇士，成为使徒，成为门徒，来为主你来做美好的征战。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敬拜神的教会。还是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恩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我敬拜你，在你的真理里。接下来我们为今天的主日敬拜的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参与敬拜的时候有渴慕的灵，让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也为今天礼拜的整个过程服侍的同工献上祷告，求神使用这些同工们来祝福教会，祝福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今天讲道分享的台南喜安教会的陈家贤牧师，我们献上祷告。特别今天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我们为台南神学院祷告，也为陈牧师祷告，让陈牧师早上在这个地方传讲的信息能够炼净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从
牧师讲到的信息当中得到神的呼召跟应许，所以我们开口来为今天早上的敬拜，特别为陈牧师的讲道，求神使用他来祝福我们。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一个早上敬拜的过程，整个敬拜的一个礼拜，我们都来献上赞美献上祷告，献上恳求，开口来祷告。现在父神，这个时候特别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神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基督名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早上的敬拜。让你的神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主，我们看见神荣耀彰显的这个地方。哈利路亚！是的，主，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亲爱的父神，主啊，我们这样早上敬拜，再次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求神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要看见神你的恩典彰显在这个地方，你的能力彰显在这个地方，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主啊，让我们早上敬拜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敬拜。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将陈牧师仰望在神的手里。主啊，你使用他的口，使用他所从你那里面领受的，将神你的话语的真理，今天就教导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透过陈牧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跟神确立我们跟神你的关系，再次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跟呼召。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再一次的献上祷告，献上赞美。愿早上敬拜成为荣耀神的敬拜。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唱这首诗歌《十架上的爱》。我总是不能明白，你对我不会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不会忘记认识你的诗歌，我总是不能明白，你为何不能松开手，总在我无助的时候对我说，你还爱我。我总是无法想象，耶稣为我死在十架，我的罪如此的深，但你的慈爱显得完全。是如
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甜蜜的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懂你心有多远，我的罪全赦免，甜蜜的有多高，你的爱也多大，不会忘记认识你的那天，你拯救我脱离的一切。我是如此不配，你爱何等甘甜，没有你，我生命不可能完全。主，我爱你，生命献上给你，为你而活，生命才有意义。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主，你为我而死，我只愿为你活，不会放弃，永远不分离。哦，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来牺牲自己，让我们可以恢复跟神你美好的关系。主啊，我愿意为主来活，一生跟随你。耶稣，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但是我们愿意回应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一生来跟随你。主啊，虽然你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你已经复活了，你是复活的主，并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你是那救赎者，是永活的救赎者。哦，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活着了，我们就有信心有盼望；因为你活着了，我们就得到永生的生命。还要感谢你，赞美你，还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的救赎者活着，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为我走这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帮我做我的歌。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你是配得我们歌颂的神。哦，主啊，我们要荣耀你，我们要赞美你，你是伟大的真神，我们要敬拜你，要尊崇你。哈利路亚！是的，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歌颂你，敬拜你。哈利路亚！是的，主。你真配得这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真伟大，你是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
创造万物、创造宇宙天地的主，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我们受恩的百姓，有这个恩典来到聚集在你的圣殿，在这里赞美，在这里祷告，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跟恩典！愿我们今天的敬拜，从你得到属灵的教导，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领受神的祝福跟医治，得到身心灵全然的健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们的敬拜蒙神悦纳。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的流程当中，牧师先做一个预告。我们在讲道、祷告完之后，我们有一个医治，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有一个医治的祷告祝福。那我们请预备心，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医治。我们楼上楼下弟兄姐妹在唱诗歌的时候一起聚集到前面来先做一个预告，请大家预备。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受上帝的话，我们看一段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8章40节到56节。第8章40节到56节，我们一起来念。把耶稣围到湖的对岸，群众欢迎他，因为大家都在等候他。有一个会堂主管，名叫耶鲁，也来了。他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12岁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人群前后推挤着他。有一个串水班已经12年，他在医生手上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还是没有人能够治好他。他走到耶稣背后，摸了耶稣外袍的衣角，他的血斑立刻止住。耶稣问：谁摸了我？大家都不承认。彼得说：老师，你前后左右都是人，大家推挤着你。可是耶稣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知道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自己隐藏不住，就战战兢兢地跪在耶稣的脚前，当着大家告诉耶稣他为什么摸他，又怎么立刻好了。耶稣对他说：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赶来，告诉耶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必再麻烦老师了。耶稣听见了，就对耶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会好起来的。耶稣到了耶鲁家里的时候，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孩的父母，不许别人跟他一起进去。在那里的人都在女孩嚎啕大哭。耶稣说：不要哭，这女孩子没有死，只是睡着了。大家都讥笑他，因为他知道女孩子已经死了。耶稣拉着他的手，他说：孩子起来。他的灵魂就回来，立刻起来。耶稣吩咐他，给他一些吃。女孩子的父母非常惊讶。耶稣慎重地叮嘱他们，不要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以上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祝福行他话的人。献诗，我们今天请音展小组为我们献诗，
他们所献的诗歌是如鹰展翅上腾。献诗完之后，我们请我们陈家显牧师为我们今天的正道，他讲到的主题是用信遇见主。
拍手，一起来赞美主，谢谢。我们的鹰展小组这个新的名称我们多正式一下。我们的新的小组长就是我们的启志兄，来站起来，在我们那里热烈鼓掌一下，欢迎。他们叫做鹰展小组，所以今天唱他们的主题歌了哈，如鹰展翅上腾。求主保守我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哈，像鹰一样的非常的有活力来服侍主，来赞美主，感谢主今天呢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我们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每一个月都有一个特别的主日，那是传承了100多年的传统，就是我们教会所设立的一些机构或是特别的事工单位，是靠每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大家一起代祷奉献，然后维持这个事工，那一直维持到现在哈。那其实有的教会他们就直接来，就是等于是收那些负担金，我们所谓的负担金或是所谓的经费，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事工就可以了哈。但是特别是安排用主日来报告来请安，让大家一起参与这个事工。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欢迎我们从锡安教会，就是在夏林路那边夏林路那边有一间锡安教会，我们的陈家贤牧师呢，他代表神学院来给我们请安，也特别要用这个美好的信息，用信遇见主这个非常经典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陈牧师呢，他比我年轻很多了哈，他本身是从高雄五甲教会的出身的，那毕业后一直在我们台南中会服侍，有在安定教会，再来是锡安教会哈我们期待透过他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大家，我们用拍手热烈欢迎来陈牧师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才牧师说我年轻许多，我在那边就觉得不好意思哈，但是还是要把他心里收下来哈，确实是年轻了许多。好，但是我相信牧师的那个心哈是非常的有活力的哈，非常有活力。我们生命当中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我相信牧师有牧师的故事，夏牧师有夏牧师的故事，长老有长老的故事，会有每个弟兄姐妹有你生命的故事。我们的生命故事都会经历到高山，都会经历到低谷，但是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故事轻易的摆在我们的脸上，让人家知道。我们总是喜欢用笑脸，我们只喜欢用光鲜亮丽的方式来迎接人，所以我们从一个人的外表，有时候很难去了解他背后经历过什么。就好像牧师喜欢一位影星叫做基努里维，你知道基努里维他演戏骇客任务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经典，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承载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困境吗？基努里维他小时候出生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他的父亲长期酗酒、家暴，所以在2岁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带着他跟他的妹妹离开了那个地方。离婚离开，从澳洲搬到了纽约，但是到了纽约，他们前后后又搬家了5次。母亲虽然她经历了婚姻，但是到最后还是离婚。最后他们落脚，他们就住在了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他的学生生涯也不是很顺遂。我们看他演戏非常的厉害，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他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很不顺遂，因为他有阅读障碍，所以他学习的成绩不理想，5年中换过4所的中学，他在一所表演的艺术学校被开除，高中辍学，高中辍学后他就踏入演艺圈，接了一些广告。那我们想说，接了广告应该生活会开始越来越好啊。但是基努里维他的悲伤并没有结束，因为在1999年，他跟他女朋友 Jennifer 怀孕了。2个人当要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来临的时候，这个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8个月，没有迎接到，因为在8个月之后，
孩子胎死腹中。所以基努李维他就透露，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听到那一刻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个女儿的死亡彻底毁灭了他们美满的画面，结果他们就开始走向分手。同一年，那个妹妹从小就跟他一起离家、一起生活的，在同一年被诊断出了白血病。在2001年，他的前女朋友因为服用了那个抗忧郁的药物，精神涣散，所以车祸就身亡。所以一连串的苦难让他无法招架，那个苦难都来的时候，他都无法招架。所以他在访问的时候，有人访问他的时候，过去在访问他就说一句话，他说：“或许你们需要快乐，但是我不需要。每个人都需要快乐，但是他在生命当中他找不到什么叫做快乐。”所以20年内，你会发现，当他拍完了第2集的时候，他要拍这个新的时候，他中间距离很长一段时间，骇客任务才出来。因为他不敢再爱，他开始孤单的过生活，所以有人封号他什么？忧郁男神。经历了女友、女儿这种过世的打击，他对人生感到绝望，他不想要对任何人付出再爱。所以，但是在2019年呢，他却牵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他牵起了爱情。所以在经历20年伤痛过程里面，他找到了爱情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悲伤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但是当他重新再来的时候，他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当你如果你曾饱受折磨，但你仍然勇敢温柔的对待他人，那你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这句话看似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很困难。有时候在服侍的路上，我们饱受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灾难，很多人的打击。在那个低谷的过程里面，牧师在呼召你的时候，或神在呼召你的时候，你还有那个勇气，你还能够温柔的重新开始吗？我说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多时刻就像基努李维一样，遇到困难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出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十字架上耶稣。就像今天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妇人跟耶鲁哈，因为牧师看的是过去的圣经版本，所以都会想说是雅鲁啦哈，雅鲁。你知道这个妇女跟雅鲁的生命，他们也经历了幽暗，但是他们怎么重新来？众人迎接耶稣，哇，大家等耶稣，等到他到来的时候，有一个会堂的主管雅鲁就跑到了耶稣的脚前，在那里跪拜，他求耶稣来到他的家里，因为他唯一的一个女儿12岁，他快要死了。就耶稣那个很匆忙，你们就想象耶稣非常的匆忙，好啊，赶快去了。结果他却为了一个不洁净的妇女停下脚步。人看作是不洁净的女人，但耶稣却为了她停下脚步。这个妇人患了血肉病12年，在医生的手里，她花尽所有的一切，没有人可以治好。但是她却偷偷的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了他的衣服，血肉停住了。耶稣跟他对话，之间，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人就跟雅鲁说：“雅鲁，不要再叫耶稣来了，没救啊，没救了，死亡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再麻烦耶稣。”一个女人在12年间，她没有一刻身体是健康的在过生活。我们能够想象，这12年当中，如果你有个病痛缠着你12年，没有一刻可以让你休息，你的日子是怎么过？加上血肉在律法上面，当时候律法上面，利未记19章19节到31节的缘故，这个女人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导致了一件事情，她的生活跟这个社会有了一个隔离啊。
他的生活是不能进到这个社会里面，所以12年间他是非常的孤苦生活，孤单生活。你知道心理学的阿德勒阿德勒非常有名，他就写了一段话，他说心灵的发展各种的特质有一个条件是不能被忽略的。你的心灵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条件你是不能被忽略，就是团体的生活。所以你看一个孩子，他的心灵建构他从哪里开始？家庭。他不是说我生出来之后我的心灵就会开始自动成长，他是借着这个家庭给他的定位。他到学校的心灵发展怎么样发展？老师给他定位，学生同学给他一个定位。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妇女，社会怎么样定位她？血肉的妇女，她饱受折磨，有着身体上的健康，导致她心灵孤单，她心灵无力感。那我们会想，社会居然都不给她温暖了，那宗教至少要给她温暖吧？外面的人都不给人温暖的时候，她进到教会，我们需不需要给她温暖？好像大家都需要给他温暖吗？可是你去看当时的宗教给他什么？给他羞愧感。当时的宗教不是给他温暖，当时的宗教告诉他：你这个叫做不洁净，你这个叫做丢脸，你不能够踏入社会，你是非常有羞耻的女人啊。所以你会发现，这12年当中，她过着一个没有自尊的生活。没有自尊的生活，所以当这个社会被这个女人被社会群体她排除在外的时候，她的心灵因为缺乏参与在社会里面，无法得到安慰，没有办法进步，她的生命意义认知就会薄弱了。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情。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信仰薄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为教会付出，他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找到他的价值的时候，信仰那个时候就会薄弱了，所以生命的意义认知是什么？生命的意义认知是，你可以与人分享，你可以关心别人。你可以与人合作，所以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他没有办法去关心别人，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分享他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会开始慢慢的薄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女人，这个血肉的女人，她过着一个没有自尊的生活，生命意义是非常薄弱的日子。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雅鲁他的女儿还在生病的时候，父亲为着他的女儿病痛祈求耶稣，来到耶稣的脚前。我们都经常看到雅鲁的女儿死掉了，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当这个雅鲁他的女儿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很匆忙的赶快去找耶稣，因为他觉得他还有价值啊，我还可以为我的女儿做事情的时候，我是有价值的，我这个父亲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女儿的死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你知道耶鲁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吗？他没有价值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再为他的女儿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的生命，他觉得我的女儿死了，我的生命价值也没有了。所以他不能再为这个女儿提供任何的帮助，死亡就带来了恐惧。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办法为他的女儿做事情，那个死亡就会带来恐惧。所以雅鲁的内心跟这个血肉的妇女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他们没有希望了。我们的生命是否也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像这个血肉的妇女一样，被人打击的时候是过着一个没有自尊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也像雅鲁一样，当我们看见人在生病的时刻，
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开始焦虑。所以你要相信，你要知道雅鲁这个父亲，当他听到了我的女儿死亡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焦虑，怎么办？我还能够为他做什么？我焦虑。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生病，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的时候，你会焦虑，你会恐惧，你会开始担心，然后你就会开始祷告，你会开始寻求耶稣啊，寻求耶稣。所以寻求耶稣往往都是什么？都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找他。那人为什么想要找耶稣？人为什么想要接近耶稣？血肉这个妇女为什么她要找耶稣？很简单，就是为了身体健康嘛。为了身体的病痛，为了这个身体的病痛，所以我要到耶稣的那里去摸他。他来到了耶稣的背后，他就摸了他，他感受到血肉得医治。你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事吗？他摸到得到血肉，偷摸得到医治，他就想要这样离开，逃来，咱就爱紧走嘛。但是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耶稣好像要叫他出来。耶稣跟他说：“是谁摸我？摸我的是谁？”你知道彼得做了一个台阶让他可以走吗？彼得说什么？老师，我们众人都与你那么挤，要摸你是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妇女听到说：“感谢彼得，我可以走了。”但是耶稣又说什么？不，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叫这个女人出来讲话吗？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逼这个女人出来讲话？他摸到他可以赶快跑啊，耶稣可以赶快不用了，我们赶快去救那个12岁的女人，那个小孩子吧。但是耶稣就是还要叫那个妇女出来讲话，所以当耶稣执意要见那个被医治的妇女，女人知道她隐瞒不住了，她就战战兢兢的趴在耶稣的脚前，把摸耶稣的缘故跟立刻被医治的事，当着众人的面前讲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去看这一段描述的时候，你要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人本来是偷偷摸摸的到他的背后。但是耶稣却从背后领他到耶稣的面前，从后面偷偷摸摸到他可以正视就是这个看，或者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当着众人的过程里面，当着众人诉说这个医治的过程。为什么耶稣要叫他出来？因为耶稣不愿意让上帝医治的祝福成为这个女人的秘密。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要做见证？就是上帝跟你有那一层关系，可能他是一个秘密，他医治了你，但是上帝不要把这个祝福只成为你内心个人的，他要你诉说出来，他要你分享出来。所以当耶稣不愿意让上帝的祝福成为这个女人的秘密的时候，耶稣在众人的面前把这个妇人叫出来，把所有的事情都见证出来。所以妇女主动来到耶稣身边摸耶稣，得到医治。她的主动超越她身体医治的恩典，就是她回归社会了，她回来到这个社会里面了。这个女人花尽所有一切的积蓄要找医生，为什么？她不是只有要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她想要回到社会啊！也许要回来这个社会啦，她想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病痛，你知道，一个病痛的人，如果他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接纳跟关怀，有时候这个动作会比他病痛得到医治更加安慰。你去接纳一个病人，你去陪他讲话，你去安慰他，你让他感受到你跟他是一同在走这一段苦难的路的时候，会比他病痛得到医治更加的安慰。但是如果社会群体长期排斥一个人，就会让人失去做人的价值。所以人要往前走，人的生存要有意义，并且往前走，
首先要找到价值。你的信仰要往前走，你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你是成为上帝儿女的价值。所以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吗？大家好像都不太敢点头。你要肯定自己，你是一个在神里面有价值的人呐。所以这个血肉的女人在社会上面无法找到价值，所以她感觉到她被社会遗弃。但是当她被医治之后，耶稣要她站在众人面前，不是只有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她在做一个宣告：我回来了，我可以回到这个社会的里面了。所以耶稣让她在众人面前得到宣告，她得以洁净，她可以参与各种的人际互动，她的生命因为与人合作有了价值。所以妇女的痊愈，耶稣医治不是让她只有回归社会，耶稣在众人的面前肯定了她。所以当耶稣也回应她说：“女儿的信，回去吧。”你知道信是什么吗？信不只是可以拯救个人，信也可以帮助别人。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只有建构自己的信仰，信心是要帮助别人。所以，当耶稣在众人面前说：“这个妇人，你有信。”他是要告诉这个旁边的人说：借着这个妇人的信，在周遭你们众人，你遇见软弱的时候，你就要学习他，更加勇敢的靠近耶稣。同时，你会发现，在一个黑暗当中的妇女，她不只是回归社会，她的信会为这个社会群体带来更多的价值。所以你的信心可以帮助人吗？你的信心可以帮助人吗？你的信心是可以帮助别人的。所以当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一定会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当耶稣对这个妇女说：“你的信救了你”，旁边站着一个非常着急的人，那个是谁？那个就是雅鲁啊。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雅鲁他是非常的着急啊！不，耶稣你马较紧呢，耶稣你也快一点吧。但是，当他正着急着为他的儿女被耶稣医治的事情着急的时候，耶稣在提起这个妇人的信，在跟谁讲话？在跟雅鲁讲话。借着这个跟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也是在告诉雅鲁，你必须要像这个妇女一样。你站在那里着急的时候，你看看他，你要像他一样，对我有信。所以我们了解，原来的妇女的信也会激励那一个雅鲁啊。但是当雅鲁听见女儿的死亡，耶稣对他讲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救。他是在告诉雅鲁，雅鲁，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妇人的生命因为信而转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是他的父母没有相信他，因为父母做了一件事情。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说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当耶稣讲完之后，他讲什么呀？他们两个做什么动作？耶稣你真爱讲生气。他们耻笑。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讥笑他。当耶稣告诉他说：“你的女儿是睡着的时候”，他们两个可能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曾经笑过耶稣的上帝的使者，那个人是谁？就是撒来。当那使者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在年老的时候，你必得一个儿子”的时候，撒来躲在后面干什么？上帝，你嘛真爱讲生笑呢？啊，拢遮老啊，哪有可能会阁生囝？他们也是啊，耶稣你真爱讲生笑呢？啊，有人愈死啊，哪有可能会阁活？所以他们就笑耶稣。但是耶稣却拉着这个女孩的手，呼叫她：“孩子起来吧！”孩子就醒了。他的父母非常惊奇啊，你知道吗？耶稣让这个女孩回到了家庭的时候，雅鲁的生命就从黑暗的里面回来了。
但是耶稣却要让这个父母，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注意看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好玩的记载，就是当他说惊奇的时候，惊奇是在说什么？就是说人不太认识耶稣的时候，众人都惊奇了。所以父母缺乏对耶稣的信，他们感受到非常惊奇。但是他们虽然经历到神迹，耶稣不让他们讲出来。这两个故事比在一起，耶稣对妇人的状况是什么？你一定要出来讲话，你一定要出来做见证。但是死而复活不是更大吗？为什么耶稣却不让他们讲出来？因为他们还不了解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不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当那个死亡复活，只有几个人知道，就是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还有一起进入的父母。虽然父母的信不足以认识不足，我们看到这个还会笑耶稣的人，然后他们信心是非常小的，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也让他们经历神迹啊！耶稣也让他们经历神迹，这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像雅鲁一样笑耶稣，因为我们看见那个事情根本没有人可以翻转它了。但是耶稣借着他的话告诉你说：“我要拯救你，我要给你应许。”也许你的心里就在想：“呵呵，耶稣你怎么可能？神的话你怎么可能？你有可能会像这个妇女一样，像雅鲁的妇女一样，像雅鲁的雅鲁的这两个夫妻一样，会嘲笑耶稣，会不足。但是耶稣愿意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困境，让我们在困境当中经历他。”信心在每一次的依靠当中培育，所以耶稣有没有因为他们两个笑而离开？没有。他们虽然笑耶稣，他们虽然不认识耶稣，他们虽然信心非常的小，但是耶稣依然把他们的手牵起来，耶稣依然让他们从黑暗里面再次回到了光明。所以荒漠甘泉的考门夫人说：“只要信，有一天你必在你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美意。”生命有太多事情不明白了吧？当你遇到病痛的时候，你生命明白吗？为什么不是隔壁那个生病，却是我生病？为什么他健康，我却是一个没有任何的药可以医治我，让我得到恢复？生命有太多事情不明白。一个妇女的生命为什么有12年的血肉跟着她？有人可以回答吗？为什么一个妇女，别人都健健康康的，我却有血肉的病跟着我12年？我不明白。雅鲁也不明白，雅鲁也不明白说，为什么当我还有一丝丝的希望的时候，耶稣你会突然为这个妇女停下脚步？不然他也说，耶稣他也会叫那个妇女说：“血肉的妇女，你也排队一下吧。你嘛排队一下嘛，我先来的呢。”然后你觉得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觉得那两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比较紧急？血肉你都12年了，你再等个5分钟好不好？我这个女儿快要死了嘞。他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你这么着急的事情，耶稣你为什么要停下脚步？他不明白，他不明白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太多事情不明白，我们都喜欢复活，我们喜欢痊愈，被医治，得到好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或许你会觉得它有一个圆满结局，但是它在告诉我们什么？更多时刻，你要去重视这个过程。妇女她是如何冒险，她是如何前进，她是如何行动。雅鲁在嘲笑耶稣的不幸过程里面，耶稣怎么样拥抱他？虽然他笑耶稣，但是耶稣还是拥抱他，让他的心能够从死灰里面复燃。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所期待的圆满结局啦。你看基努里维，他的女儿胎死腹中，有活起来吗？没有嘛。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埋怨走不出的时刻。但耶稣对你的信不足的时候，你要知道雅鲁的心怎么被上帝拥抱，被耶稣拥抱，耶稣就怎么样拥抱你。他不会因为你的信不足就离开你，反倒会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当我来到复讲教会的时候，当然我们当中的时候，我看今天的周报，等一下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一个医治的祷告。也许我们会知道说，我的信好像不足，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耶稣基督，我好像有羞耻感，我不知道怎么样站在十字架的面前。但是今天的神的话语在告诉你，他要拥抱你呀。当时我们的心灵有忧伤、有黑暗、有焦虑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看向耶稣的时候，今天神在告诉你，他要抱你呀。这个实际叫什么？他张开了他的双手来拥抱你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可能你像血肉的妇女，被医治到痊愈，但是神不要让它成为秘密，神要你见证出来。因为你的信不只是领你向前走，也要帮助人，使人在生命当中看见你对耶稣那种信，能够备受激励的更靠近。所以耶稣可以对一个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安回去。他也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不管你现在的生命像血肉的妇女，有一件事捆绑你很久了，他无法让你得到了平安，但是只要你愿意，耶稣都要让你摸他。又像雅鲁面对死亡的恐惧，但耶稣借着今天的话，他要邀请你，等下神要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要让你经历到他的爱跟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是黑暗，有时候是无助，有时候我们被一件事情捆绑了许久。但是主，借着今天的话语，你愿意与我们一起，你愿意陪伴我们，你愿意让我们触摸你。所以主啊，当我们带着我们的黑暗，带着我们的软弱来到主你的背后的时候，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再是只是偷偷摸摸，我们反倒是光明正大，能够再次成为主你的儿女，再次恢复到主你儿女的身份。主，或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看见了许多我们没有希望，没有人任何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生命不再被翻转的过程里面，就像雅鲁效耶稣你。但是主，谢谢你，你的包容，你的怜悯，让我们看见雅鲁虽然还未足够的认识你，你还是依然的帮助他。所以主，当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只有恳求你接纳我们，也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得知你愿意的拥抱我们。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到你的话语。主，我们也谢谢你，在前你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师，为了我们的生命，为了台湾这片土地，你让宣教师来到这里宣教。你不只是宣教，你还在这里设立了神学院，来培育主你的仆人。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带领，借着主你所重用仆人的口，让我们能够领受到福音。所以主，求你赐福神学院里面各项的事工，让各项的事工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也求你呼召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金钱来回应主你所赐福的一切，好让神学院能够培育更多的仆人，来让我们了解主你的福音。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台南神学院
有准备了一段影片，还要来跟大家请安，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这鸡卵树百几吨啊，有可能巴克的牧师徛伫遮的时，这丛树啊就有啊，安尼百外吨啊吼，咱行吼，行吼，啊，巴克的牧师较早就带这间，啊，这就较早风台啦损害去，所以无法度拆掉，好，这间是足大间，哦，安尼，吼是足大间，嘿，来，入用顶了，行好哦。较早的院长吴宗辉牧师，佮较早伫遮教册信仰前辈去全世界募款，哪有起遮的厝？这嘛是较早是宣教师去募款，等来买一块地，所以这是足伟大，互咱孝念，吼，实在无简单，吼。新人医吼，个咧栽培遮的少年人，以后人要做牧师啦，真好的新人医的教育。欢迎咱来多谢咱伫这个所在做义工，做足久啊吼，几十吨啊。咱拢知影人老年岁了后伊会要享受，会要过伊安静的生活，无一定伊会愿意行出来。总是这个93岁的这个女乡长了吼，伊嘛用伊的心来奉献，来做义工，来寄刊物，来伫遮包遮的要寄出去的这个物件。希望咱若讲，咱会通收到这个刊物的是会通孝念这个义工，人90几岁啊，佮愿意伫遮做上帝的工，一世人安尼欢欢喜喜喜乐的心，这是通欢喜的代志，通感谢的代志。快点，上课了！来了。你教会时的报告写的怎么样啊？写的差不多啊，我超喜欢这堂课的。我都还没写。你要上什么？好，快点，我们剩3分钟了。林青姐，我来。哇，真的好久不见哦。好，谢谢。最近都在做什么啊？在忙着上课啊。伫宿舍内底无代无志就答2句啊，会知要早倒啊，佮会提醒要迟倒啊，爱较紧呢。所以像阮有一寡同学啊，伫伊的身躯面顶有一寡较不足的所在，毋过大家嘛是足热心的，互相来甲伊帮衬安尼。我感觉伫咱遮的学习是足直接的，若嘛是会真正来直接来影响阮的生命的。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牧者的一个特色。伫神学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去到伫社会，也是讲伫教会，会当精进好的精进，会当落实，甚至会当人讲学的甲用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我期待讲，我未来会当成做一个甲会友、成做朋友的一个牧者，嘛会当成做一个带来有活泼、有活力的信仰的人。希望就是将以前过去所学的一个农业背景的知识，结合到现在所学的社工，将来在牧会的时候可以帮助部落的发展。感谢大家为我带到教会帮站。互我伫台南城医通来学习，通来生活，这是靠着一个人无法度完成的。
道台南神学院目前因为整个建筑物的老旧都在做重新的维修跟修整那这是需要一笔很大笔的经费。那我们都知道台南神学院的老师呢，院长呢，他最重要的是要培育整个学校的教育、信仰教育的风气跟过程但是如果他们还是为了这样的经济在繁忙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他们分了心。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就为着神学院的各项事工，我们来关心、代祷跟奉献。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为着学校能够一起付出，为了整个神学教育，我们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些事工来代祷、关心跟奉献。我们谢谢陈家贤牧师用主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用拍掌谢谢他，好不好？谢谢。好，牧师做一个报告，准备要做医治的祷告。那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你有信心，就像今天陈牧师所做的勉励，妇人因为信心得到耶稣的医治。睚鲁的女儿虽然死了，但是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愿神医治的恩典今天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现在要唱这首短歌，我们也请我们的敬拜团一起带领诗歌。楼上楼下要受医治的弟兄姐妹，勇敢的到前面来。我们要请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医治代祷的同工来到前面来。我们现在一边唱，我们就一边来聚集，好不好？医治恩典，一起来唱。我们请要受医治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不要客气，到前面来。有心灵的软弱，你有心中的挂虑，都要被医治的，都不要客气，排一排，不要客气，往左右来。我们请同工来引导一下，请同工来帮忙引导，好不好？可以往左右，不要客气哈。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也承认我们。愿神的医治及道理，用信心来迎见主。恳求你怜悯施恩典，医治恩典再来触摸我们。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带导同工，我们要为他们按手祷告。这首诗歌之后，我们请带导同工到前面来，长老、小组长都可以啊。领受你的，如果上不下两排都没问题啊，两排都没问题，我们请同工。好，我们小的音乐。预备心，我们请所有会众也一起起立好吗？会众一起起立，我们全部是一起来做协助做医治祷告。我们请会众举起你的手，我们现在请诗歌继续，我们为他们做按手医治的祷告。我们开始做医治的祷告。当我寻求你。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要同心，我们同工举起你的手，来祝福的手，让神的医治恩典永留在每一个受医治、祷告服侍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同心，在椅子上的，我们一起为每一位受医治的祷告，求神的医治永留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感谢赞美主。自由，让我寻求你，洗净我重罪，领受你爱，领受你慈恩典。
求你使尽我重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恩典，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恩典，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你，洗净我重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恩典。有童工漏掉了还没有按手的，可以举个手，让我们童工可以看见你。前面的弟兄姐妹啊，有软弱，有心灵软弱，还有还没按手的，可以举起你的手。感谢主，牧师来做祝福的祷告。谢天父上帝，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有各种不同的需求，有肉体的病痛，有心灵的软弱，有生活的压力，有工作的难度。神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奉你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愿意走到你面前，就像血肉的妇人走到耶稣面前，摸了主耶稣，就必得着全然的医治。耶稣，你应许你受鞭伤，我们必得医治；你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着全然的平安。主啊，这些医治是从神而来，不是人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愿意摆上，愿意在你面前来坦然的面对我们自己，也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前面或是在我们座位上的，当我们向神恳求、向神摆上的时候，你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也愿医治的涌流流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我们拍手感谢主，愿神的医治临到每位。我们请回座，我们请回座。我们要准备来做奉献哈今天稍微耽误一点点时间，那在大家回座当中，牧师也做一个补充报告，这样时间会比较节省哈。今天我们感谢陈家贤牧师来我们当中来做见证哈，为主来宣扬主的话。我们另外我们在为乌克兰的这个人道奉献预定到这个礼拜做一个截止哈如果有关心要为乌克兰的一个难民他们的人道救援捐献的，请在今天来完成哈。另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第4周的40天的祷告，我们继续努力哈，也愿我们每一个人从祷告中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当中许多弟兄姐妹在参与这个代祷事项，我们都求神来赐下力量。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准备来做奉献，谢谢。我们一起来回忆上帝的话，一起来奉献。
我们会众起立来回应上帝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为了时间的效率，我们要先做一个颁奖的动作哈，就是我们有奖学金，还有读经，还有我们的背金句。我们请陈佑长老来宣布一下，我们要简化，用代表来领奖哈。我们请志启同学哈来代表。来，奖学金，来一位代表，哇，帅哥代表来，好，看着照相，好，谢谢。其他的同学请向陈佑长老来领，或是我们的同工哈。好，第二项是我们的读经的奖项哈，完成读经。我们先从那个读经哈，这边名单上哈。今天有到场的，请出列好吗？一个代表来，好，我们有胡龙杰老师，一年读一遍圣经啊，不简单哈，这是里程碑。来，我们到前面来，其他同工再向我们的同工来领哈，来，面向前面来，照相做纪念。好，恭喜我们读经的哈。第三个部分，我们要颁奖给我们的背金句的。我们一共有保罗牧区29个，以赛亚牧区2个，约书亚牧区74个，还有基甸牧区5个。我们请是不是小组长来代表领奖？是不是？对，现在就是一个就好。剩下3个小组还没拿哈，就是3个小组、慧兰小组还有信会小组，请这3个小组代表来领奖可以吗？好，来小组长来到前面来哈。来再发给我们的每一个背进去的，来到前面来，还有一个，信会小组吗？来一起照一个相，来看前面，来，好看前面，来拍手来祝福他们哈。我们期待明年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哈。我们教会呢，属灵的工程有代祷团队，还有读经的，这是我们教会最基础的东西哈，基础的一个力量，求神继续带领。刚刚有看到这个荧幕哈，有人车子挡住，对不对？好，再秀一下。好，我们其他的补充，我现在做介绍好了哈。有几位新朋友哈，新朋友是好，刚有挡到车道的，我们请注意哦，赶快，我们有同工有车子。应该是挡到我们地下室的车，是不是？来，我来看一下新朋友来，好。等一下补充报告的时候再秀出那个车号，好了。我们有魏有庆弟兄，好，庄燕青姐妹，还有魏成义、庄成典，我们先离开了吗？先离开了，好，我们也拍手一下，好了哈。感谢主，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哈。好我们再一次谢谢陈牧师，我们来鼓掌一下，谢谢，送一件我们的教会的礼物。那其他有需要补充跟背金句，我们就交给我们的诗会，谢谢。咱来看本月金句，我们来看那个本月的金句哈，它华语的部分哈，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以赛亚书25章1节。我在这边报告一下，我们下周的服事同工，我们自己看一下。那在肢体交通方面，我们非常感谢西安教会的陈家显牧师来证道跟请安，我们谢谢他。我们本会在4月15号，我们要举办耶稣受难日的祈祷礼拜，在晚上8点，在我们敬拜中心的4楼这边举行。那我们本会定于4月17号复活节赞美礼拜跟圣餐圣礼点圣洗礼式，我们欢迎兄姐预备心来参加。本会定于6月3号和4号举办长职的领袖年终领袖会，我们大家看一下啊。然后我们再翻过第6页部分，我们有2堂的讲座哈，基甸牧师的讲座跟主日午后的讲堂讲座。那有一个婚礼的喜讯，本会的郭慧文姐妹善意小组的，她的郭慧文姐妹的公主黄伟祥弟兄，苏伯珍姐妹定于我们4月2号下午2点在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姐踊跃来参观，并且祝福他们。以上我们请牧师补充。我再一个补充哈，慧文姐妹是在第1堂、第2堂在我们当中，慧文姐妹也在这边。第2堂在哪里？郭慧文姐妹有没有在这里？在楼上吗？好，我们拍手给她恭喜一下哈。她的公子呢，这个礼拜6要举行婚礼了哈。另外，我们也欢迎跟我们的刘院长一起来，他的公子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拍手欢迎他，拍手欢迎他，谢谢。另外，我们要恭喜就是我们教会的处主姐他的儿子了就是蔡尚恒弟兄考上了，哇，这个不得了，这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当我们小英的学弟我们请尚恒站起来，我们恭喜他，来，祝福他。什么时候要出发？什么时候要出发？8月的时候才过去了希望疫情都不受影响我们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年轻人做代祷。好做这样的补充做结束，谢谢。颂荣，我们起立唱最后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最后我们请我们陈牧师来祝祷。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引导，与每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
那我们今天第2堂的聚会就在这里做结束，那互相来请安，来问候。